內臟脂肪超標會引發脂肪肝三高，仲會令肚腩脹起，好似蘋果形咁樣。我幫學員1年內減走30磅、40磅嘅經驗同你分享，導致內臟脂肪高嘅5大元兇。呢5個壞習慣你中咗幾多呢？記得將呢條片先收藏，再反覆睇。第一，糖分碳水食太多，經常飲含糖嘅飲品或者食零食，又或者經常食好多粥粉麵飯嘅朋友要留意啦。精製碳水轉化做糖分，多餘嘅就會成為內臟脂肪積聚噶啦。第二，久坐不動，每日坐多過9個鐘，肌肉流失，代謝變慢。第三，壓力山大，皮質醇飆升，經常捱夜焦慮，身體就會分泌壓力激素，容易令我哋腹部嘅脂肪囤積。第四，中意食宵夜或者飲酒，過咗10點鐘仲喺度食甜品食宵夜啦，又或者經常中意飲酒嘅朋友要留意。第五，深層睡眠不足，越瞓得少嘅話咧係越容易肥噶。最後分享一個自測嘅方法，男仔腰圍多過85cm，女仔腰圍多過80cm，就要警惕內臟脂肪會唔會超標啦。記得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朋友一齊睇，同埋 follow Fit One World 收穫更多嘅 keep fit tips。